而家有一道冷鋒將會明日橫過廣東地區，到明天開始吹北風4至5級，高地間中吹6級啊。跟住預計星期六係晚上氣溫係顯著下降至17度，新界或可能係16至15度左右啊。呢個市區呢個新界到星期日市區氣溫有13個，新界部分地區係最低一兩個12至11度啊。到星期日仍然好清涼，都係受東北季候風啦影響啦。到星期五所有時間天氣會好，氣溫會好啲，不過到下個星期又有到東北季候風會影響啦，所以天氣會都係涼啦。我頭有偏東氣流入緊嚟嘅，同樣有個東北季候風啦，會抵達廣東沿岸啦，向地北風增強，都係有東北季候風。會另一股好強啊！呢個係最強啊！會有另一股東北季候風會落緊嚟啊！